夢世界，如無世態，越看得真，感想越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梁繼章，平常心開始咗啦。有時有冇覺得呢個世界好唔公平？無論你點樣努力，成績都唔夠人呢？又或者身邊有啲人明明佢能力冇你咁高，但係佢得到嘅就比你多呢？今日故事關於一個教書先生，叫小吳啊。佢大學畢業嘅時候去咗個偏遠嘅小鎮嗰度做教師，地方好偏遠啊，當地嘅生活水準亦都唔高，學校嘅設備啊、資金都嚴重不足。喺城市去教書嘅小吳其實都幾叻噶，見識廣，教學能力又好，仲識寫作，係一個非常受歡迎嘅老師。不過嚟到呢一個鄉郊咧，佢覺得唔開心。樣嘢都係咁嘅，乜都話唔夠，乜都唔好。佢每日開始咧就抱怨，覺得命運好唔公平，有羨慕嗰啲去咗大城市教書嘅同學。由於咁樣嘅負面念頭與日俱增，佢慢慢對工作咧就冇咗熱情，求其啦，咁細間學校俾心機都冇用啦，又連自己最喜愛嘅寫作都冇興趣啦。一日到晚就諗下點可以離開，幻想咧可以揾到更好工作。好快2年過去，佢教學工作一塌糊塗，寫作上又冇任何嘅成就。喺呢段時間裏邊，佢見過幾份工，但係都冇人肯請佢。直到有一日，一件微不足道嘅小事，改變咗佢心裏邊嗰種想法。有一日，學校操場咧有一個運動會，好多人嚟睇啊！小小嘅操場，好快咧圍咗一道密不透風嘅人牆。小吳呢，佢係嚟得慢，企喺人牆後邊，點樣都睇唔到裏邊熱鬧嘅情景。就喺呢個時候，有一個比佢更矮細嘅男仔走咗嚟，又係好想睇，點算呢？個男仔突然之間諗到個主意，搬咗好多磚頭嚟砌下砌下，又砌下砌下，用咗好耐，終於砌咗個台仔，自己企上去。咁佢就睇到啦。突然之間，小吳嘅心震咗一震，咦，係咁簡單嘅事，點解我諗唔到呢？要越過密密麻麻嘅人牆，睇到精彩嘅比賽，企高啲咪得咯？狄更斯話過，機會唔會上門揾人，只有人去揾機會。想擁有更大嘅天空，更廣闊嘅視野，就要往高處爬，等自己企喺一個高啲嘅地方。人生總要有一次俾自己企喺高嘅地方，感受風吹喺身上嘅感動。今日嘅你，如果有一種懷才不遇嘅心情，試下好似佢咁啊，為自己增值，向上繼續攀爬。祝你成功，平常心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你快樂過生活，我拼命去生存，幾多人位於山之巔，俯瞰我的疲倦，渴望被成全，努力做人誰怕氣喘，但那終點掛在那天邊。